我们准备要带领敬拜了啊，要开始。先祷告，好来，小朋友先坐好啊，要祷告了哈，要求神帮助我们哦。唱得最好，讲得最棒，跳得很好啊！各位兄弟哈，咱今日小朋友这老gent吼，我拢比恁较早来呢吼，啊，咱就爱备满心哈。这个礼拜不是老節，是要求上帝，求上帝来引带咱这个礼拜学到上帝。咱大汉细汉，囡仔也要带敬拜，也要带诗会、礼拜听书吼，佮有报告，佮有祈祷。啊，咱为着这些小朋友祈祷，互因今日主日都主日吼，唔是咧表演，是咧敬拜上帝吼。小朋友，我们要祷告啊哈！啊，你们也要祷告哦吼，也要祷告哦。牧师要讲要祷告的事项哦。第一个，每个小朋友都有上帝的同在哦，唱的歌很好听，感动大家。祷告，神来垂听哈。啊，第二项，咱听讲风台要来，求主保守。秋天要到啊，中秋节，其实中秋节吼还未过呢，所以风台还搁爱细致，求主互咱平安经过这个风台。第三，今日是主日主日，求上帝来兴起。咱教会的主日事工，每一个小朋友伫遮得到好的信仰的栽培，有好的品格，伫学校、伫家庭、伫教会，拢上帝满满的祝福，互因平安健康。哈，而且老师，大家人有喜乐，有服侍的喜乐甲心。啊，最后咱为着会友哈，大家人拢会让准时组织伫遮敬拜上帝。好，每个小朋友要为自己祷告哦，求主帮助我今天唱歌最棒的，好不好？很专心哦，吼。好，咱开始同心做伙来为着这个事来祈祷，为着每一个会友有美好的领受，为着请主持了小朋友有美好的学习，甲服侍，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圣心大阮做工，施阮祝福，保守伫阮所做的工，大大应下你的性命。感谢你，阿罗主。愿上帝的听人甲阮伫地，哈利感谢主。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为这一群可爱的主日学小朋友祷告，因为他们是小天使，他们是上帝所差派的小精兵，他们要唱诗歌，他们。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大家敢有发现讲，今仔日早起礼拜堂无啥共款？有倒位无共？较有活力吼。进前献歌队拢坐伫遮着无？今仔日换人哦。今仔日是由阮主日学的学生，佮老师做伙伫遮，甲大家做伙敬拜。因为今仔日是教育事工主日，是主日学的主日。所以今仔日礼拜2顿的礼拜，自对头到尾，对头前的敬拜赞美，到阮的诗会、启应文读圣经，所有礼拜定书拢由阮主日学的学生佮老师做伙来服侍。所以因为咱知影是囡仔，所以今仔日礼拜当中可能有小可的声音，啊，请大家较包容咧，因为囡仔真诶，因就是会较爱叮当，啊，小可会出一寡声。请大家多多包容。好，今仔日咱要做伙甲阮遮的老师、遮的同学、小朋友，我们做伙甲大家开始今日早起的早祷会，佮有敬拜。咱做伙安静心伫主的面前，求圣神帮助阮即阵学生，互阮单单来仰望你，较无主你的同在，较无圣神的同在。望伫今仔日的礼拜当中。阮拢会当欢喜享受，甲主做伙的时间，咱做伙来用这首诗歌来安静咱的心，开始今仔日的早祷会佮敬拜。求圣神同在，开阮的心，放落一切烦恼、重担甲忧愁，互阮伫今仔日的敬拜当中会当享受主你的听，享受主同在的美好。主啊，你是阮的管带，阮的保护者。求主使阮有信心，知影你是阮的倚靠。有你的陪伴，阮会当有喜乐、有平安。求主互在座每一位兄姐，伫今仔日的礼拜。不管是敬拜赞美、启应文、祈祷、读圣经，还是牧师的讲道，拢会当有新的领受、新的看见、新的体会。求主伫今仔日的礼拜，亲自对阮讲话，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在中地留平安甲喜乐。接续第二项，咱来为着教会50周年庆的筹备来祈祷，嘛要特别为着主日学的事工，请咱做伙开喙。天父，阮感谢你，互阮富强教会行过49年，伫今年咱要进入第50年，阮5年献上感谢，感谢你过去的恩典，互富强教会有一群听主的兄弟，因真热心传福音，互教会的人数有增长。主，你是阮的坚固石盘，有你的引带带领，阮富强教会才会当有成长。即摆已经有真侪庆祝的活动、庆祝的事工伫计划伫进行。伫即个过程当中，求圣神常常提醒阮，互阮知影阮所做的毋若是外表的欢喜庆祝，毋若是活动尔，是会当互阮所做的来荣耀你的名，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会当引带搁较侪人来认捌主。伫筹备的过程，嘛互阮谦卑学习。安那互相同工，安那甲主来同工，互阮学习会当搁较侪主目看上帝。主耶稣嘛，求你帮助阮看见未来，借着50周年庆的各种事工，求主耶稣帮助阮，求圣神的火点到每一位兄弟的心，互阮的信仰会当坚固徛在，互阮的性命得到更新。我嘛特别为着主日学的事工来祈祷。阮需要你的带领，求你经过一群主日学老师、搁校长，互阮搁较侪主目看上帝。当阮软弱无气力的时，求你扶持阮。阮需要你的听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同心合意，服侍一群主日学的学生。嘛求你亲自开路，带领搁较侪囡仔来到阮的当中，互阮伫人数顶悬会当有突破。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免。主啊，你是起造教会的主，感谢你带领教会进前第50年，求你亲自引带每一个筹备的过程，使落同心合意的灵家智慧，互50周年庆，毋但是回顾过去的恩典，搁较会当看起未来，互教会加做搁较侪人得到医治，得到最好的所在。过来第3项的祈祷，咱要为着今仔日詹牧师的讲道，搁有主日学学生的服侍来祈祷，请咱做伙开喙。亲爱的主耶稣，今仔日是儿童主日学的主日，求主圣神搁我詹牧师的喙，互伊所传讲的信息进入阮的心。那亲像主耶稣，你伫甲阮讲话，今仔日的礼拜是由阮这群学生来服侍，嘛求主赏赐勇气甲信心，互阮这群老师甲同学。可能阮的紧张，可能阮的准备还无够，阮的能力不足，但是阮知影主耶稣你是阮的帮赞，阮的气力，互阮伫服侍过程当中有欢喜快乐的心，愿意服侍的灵，享受同心合意为主做工的一个过程。求主祝福今仔日2场的礼拜，互阮伫礼拜当中有上帝的同在。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免。求主带领詹牧师今仔日的信息，赐予伊智慧甲稳固，互伊所传讲的每一句话，拢会转来力量安慰甲体恤。也愿你经讲所有服侍当工，特别是今仔日儿童节、儿童主日学生的服饰，互伊所有服侍客主带来力量，经历你的丰富的恩典，甲同在，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搁来唱这首诗歌，我相信。我相信。
后请兄姐做伙对座位起立，咱来大声欢呼，敬拜咱的耶稣。主必赞美。
是咱做伙来唱圣诗319首，细汉囡仔的朋友。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创造天地宇宙万美，也创造阮每一个人，成做你的宝贵儿女。主啊，你毋但疼痛这细汉囡仔，你也疼痛阮众兄弟姊妹。主啊，因为你疼阮，互阮通领受到你宝贵的恩典，也因为你的疼痛，互阮今日早起时，搁一届伫遮自执，伫你的圣殿，用欢喜、用敬虔的心来雕起主你的面。求主你来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来拍开阮的心，来亲近你，来学了你。主啊，特别祝福伫今日早起时，是儿童主日，透过这个囡仔因的服侍，透过这个囡仔因的性命，透过这个囡仔因所回应上帝的恩典，互每一个参与这场礼拜的兄弟姊妹，做伙享受甲这个囡仔做伙敬拜，也享受甲主三甲亲近、三甲同在美好的时刻。主啊，愿今仔早起时，成做一个充满你的荣耀、充满你阳光的礼拜，也愿主你的圣神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来感动阮，来对阮来讲话，也来鼓励阮。愿今仔早起时，成做荣耀礼拜，将一切阳光拢归乎你。这时，我嘛要用你所教导阮的祈祷文，我们要同齐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日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咱今仔日是咱的儿童主日学的主日，所以为今仔日即马开始第一堂礼拜，到伫煞来11点第二堂礼拜，2场的礼拜，拢要由遮的主日学的囡仔来带咱做伙来敬拜，所以咱将以下的时间来交予咱今仔第一堂的师会，互伊继续来带领咱今仔早起时的礼拜。启用，请主日学学生带咱三甲来启用。着兄后袂教去，因为我有好的道理予你。
上重要，着他命找。你尊重智慧，伊会鼓舞你。智慧会融化看智你的头壳。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你行的时，袂抵着阻碍。着持守假时，毋通放松。祈祷，请主日学学生带咱同心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阮心所羡慕的主。伫今仔日圣的主日，阮同心来敬拜你。阮要用喙学了你，用心倚靠你，来领受你的美好恩典。阮感谢你，因为伫阮出世以前，你就已经认捌阮。拣选阮，互阮通成做你的宝贵囝儿。每一日享受伫你的保守甲看顾。亲爱的天父，今仔日是儿童主日，阮特别为儿童献上祈祷，求主保守因的心。互因智慧会当了解你的真理，伫这充满变化的世界中，离开一切试探，也互因亲像手栽伫溪水边，时刻领受你的恩典，伫你的疼当中来成长，互因有纯真柔软的心，通行伫你的道路，成为你所欢喜的囡仔。阮也为每一个家长献上祈祷，愿主亲自带领每一个家长有属天的信心甲智慧，通成为囡仔的信仰模范，也互每一个家庭拢通建立稳固的信仰生活，互囡仔会当细汉的时就认捌信仰的美好。阮也为主日学老师献上感恩甲祈祷，因为你互调因成做阮主日学学生的祝福。求主亲自纪念每一位老师的付出，也特别为老师的心灵健康来祈祷。求你加添信心甲快乐，互因伫服侍甲生活中，拢倚靠主来得到喜乐甲平安。愿主通过今仔日的礼拜来引带阮，互阮通搁较了解你的心意，也会当回应你的恩典疼痛。阮安尼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圣经，请主日学学生带咱做伙读上帝的话。请会众做伙来读。希律有派人去抓约翰，甲伊连伫监呢。原因是希律有带小弟腓力的某希罗底做某，因为约翰定定对希律讲：“你带小弟的某无合法。”希律心内对约翰扣分。想要甲伊抬，毋过袂当照心愿，因为希律惊约翰知影伊是正义搁圣洁的人，有甲伊保护。希律答遍听约翰的话，非常不安，犹豫真爱听。希罗底的机会来啦！希律做司令的时。办宴社且文武百官，甲加利利民间的领袖，希罗底的查某囝入来跳舞，互希律甲在座的贵宾欢喜。王甲迄个查某囡仔讲：“看你爱什么，做你求，我拢要互你。”希律阁对伊宣誓讲：“你无论求什么。”连我王国的一半嘛会互你。查某囡仔出去问伊的老母：“我着求什么？”伊的老母甲伊讲：“洗洗这约翰的头。”伊随时赶倒转来，对王要求讲：“请你随时将洗这约翰的头壳放伫钵里，互我。”王的心非常艰苦，因为已经伫贵宾的面前就抓，就无甲伊拒绝。王随时找一个警卫去摕约翰的头，警卫就去家里斩约翰的头，将头壳下伫钵里放来，互查某囡仔。查某囡仔就互伊的老母。俄勒，即时请主日学来献诗，献诗说，请詹姆斯讲道，伊要讲的是生命的典范。
各位兄弟们，大家平安。我邀请大家搁一摆用上大的一个普声，互咱的这主力的囡仔，含这老师。请上帝今日第一堂礼拜有这囡仔的加入，互咱的礼拜搁较有活力，吼，互咱礼拜搁较有热情，也透过这囡仔，互咱有一个无共款敬拜上帝的方式。愿上帝赐福伫这囡仔的身上，也特别赐福伫这的主日学老师同工的身上，因为逐礼拜的这主日的事，伊拢爱开侪时间，爱陪伴这囡仔，来教导这囡仔。所以，咱嘛继续为着咱的儿童主日学来祈祷，为着咱的细囝祈祷，也为着这老师祈祷，求上帝帮咱继续赐福带领，互这的细囝透过每一个礼拜，通来到伫教会来认捌主，来认捌着这个信仰，互因的生命得到成长。也互咱的教会，因为这个囡仔的加入，有这个囡仔参与伫咱的教会，互咱的教会会当更较臃肿，互咱的教会也更较有活力。伫咱开始分享上帝话语之前，咱搁一个来做一个祈祷。请主上帝感谢你，搁一个引带阮来到伫你的圣殿，也感谢你的保守、你的恩典，互阮伫过去的日子，拢有看见主你的平安，也看见着主你的同在。主啊，求你伫即时来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开阮的心，也开阮的目睭，互阮通搁一摆看见，也了解你圣经话语当中奇妙对阮每一项的教导。也求主搁一摆伫这个时刻安静阮的内心，互阮通自信伫你的话语中，搁一摆领受你的宝贵恩典。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伫咱要开始，今要来做伙来分享这个圣经的经文。可能有人会想讲，今仔毋是儿童的主日，今仔是这个主日学的主日，咱会见到一个经文，看起来非常恐怖。咱会阁有抬头的，阁有这个这个非常这个惊，互人惊吓的这个过程。因为今日要透过这个经文，要来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来思考。伫遮个囡仔、遮个细囝大汉的过程，咱每一项拢有无共款的责任，伫遮个细囝的身上。可能你会讲我的囡仔已经大汉啊，但是咱的囡仔大汉了，可能阁有后一代。就算咱即摆身躯边无囡仔，伫咱的家庭中无囡仔，但是伫咱的教会中犹原有侪的囡仔，咱拢会当诚做是一个典范，咱拢会当诚做是一个互因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款式。所以今日要透过这段的经文，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悲剧，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真恐怖的经文，但是互咱嘛搁一摆来思考，当咱伫今仔是儿童的主日、教育的主日，咱会当安怎来陪伴这个囡仔？会当用啥物款的眼光来帮助这个囡仔来成长？伫今仔的经文，咱一开始咱所看到，希律伊派人去抓约翰，这个原因是因为希律伊要将这个希罗底，甲伊，互伊会当来到伫个身躯边，互这个伊所意爱的这个人，嘛会当介意伊。所以一开始咱就看到希律做了一项代志。这个查某人原本毋是希律伊家己的太太。这个妇人人原本是伊的兄弟的某，但是希律王伊看到伊介意，所以就将想尽办法甲伊抢过来。而且按照当时的律法、当时的规定，除非讲是伊的兄弟已经过身啊，然后伊的兄弟伊嘛无任何的囝，伊才会当将伊的兄弟的某带过来。但是当希律王伊将这个妇人人带过来的时阵，伊的兄弟腓力也阁活咧，
所以咱看见这个希律为着要将这个妇人人带到伫伊的身躯边，伊互这个约翰落监，然后伊嘛犯着当时的律法甲规定。然后咱看见伫这个经文内面，除了希律王做了这个代志，咱看见着这个妇人人，伊到伫这个王宫，到伫希律的身躯边，其中佫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就是这个妇人人的查某囝。带的经文，咱做伙头脑看到，希律办着一个宴席，来非常济的人，其中希律伊叫这个妇人人的查某囝出来跳舞。当跳舞了后，希律王含遮济的人客，因拢非常欢喜，因为伫食饭中有一个表演，因看了非常的欢喜。结果希律就甲这个囡仔甲伊讲，伊讲我会当答应一个要求，甚至你若是要我的王国的一半，我拢互你。实际上，希律伊嘛无法度真正将这个王国的一半互伊，伊的官嘛无遮大。但是当伊伫迄个时阵，伊讲的这个条件讲，就算一半嘛互你。但是这个囡仔，伊却无伫当下甲希律讲啊，我无爱这。咱若看，比如讲咱看一寡古装剧，也是看一寡宫廷剧，若一个皇帝，也是一个国王讲，我要互你一个物件，讲我要互你一个礼物。通常咱看这个古装剧，这个要摕物件的，这个可能是公主，伊可能袂随讲我要摕啥物，可能伊咧讲，伊可能会讲公主皇帝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通常会讲祝福的话，通常会祝福这个国王，通常会希望这个国王会用愈来愈好，通常袂喊伊直接讲要讨一个礼物。但是咱看这个囡仔，伊连想拢无想，伊就转去找因的老母，去问老母讲：你想要得到啥物？连这个囡仔，咱看伊嘛无法度家己决定讲伊要讲啥物。这个囡仔伊嘛无法度决定讲伊想要啥物，所以去找伊的老母，在想讲要得到啥。所以经文咱嘛看到，这个囡仔就随去转去，和伊的老母讨论了，伊就随转来去找希律王，甲讲我要这个约翰的头放伫盘仔内面。这个囡仔就走去甲约翰讲，甲希律王讲，我爱约翰的头放伫盘，伊的意思就是爱约翰死。拄个经文咱看这个妇人人的囡仔，根据当时的这个记载历史的人，伊的名。原本的意思叫做是平安。当然，咱看这个圣经的经文，伊无特别写伊的名，但是伊的名原本的意思，伊伫这个历史的记载有一个名，伊的名原本的意思是叫做平安。但是伊的行为，伊所讲的，却和伊的名是完全无共款的。当咱伫甲一个细囝号名的时阵，当有一个囡仔出世，咱伫号名，咱拢会期待伫号名的是伊一生，伊的人生会当和伊的名共款，会当活出伊这个名的意义。但是当伊这个查某囡仔，当伊号名叫做平安的时，但是伊的行为，伊所讲的却和平安完全无共款。而且这个囡仔其实伊嘛毋是讲已经20岁啊30岁，伊其实只有可能14岁，可能佫比14岁佫较少。然后当时其实出来跳舞的，伫这个王面前，也是伫这啊人客出来跳舞的，那算起来，伊俩算是一个公主，因为是希律王的囡仔，伊俩算是一个公主。但是伫当时出来跳舞的人，通常拢是职业的跳舞的舞女，通常是这款的人才会出来跳舞。但是这个囡仔，伊原本是有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伊原本是有一个应该非常好的一个模样，但是伊却伫这个场合出来跳舞，互众人看。所以你看见的这个囡仔，伊的性命虽然叫平安，伊的名虽然叫平安，但是伊的性命活出来的模样，伊所表现出来却一点啊拢无平安。所以这个非常混乱的家庭的关系。而且有错误的典范，毋但是这个约翰伊的性命互摕去，搁较重要的，咱看见这个查某囡仔伊的性命的道路嘛毁坏去。当然用另外一个角度，咱看这个约翰，
伊为着信仰的缘故，所以伊丧失伊的性命。但是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个故事是因为一个非常混乱的家庭的关系，甚至是这个家庭中这做爸母、这长辈因错误的典范、错误的模样，致到这个囡仔伊无法度正确学习，致到这个囡仔伊无法度通明白什么才是真的，什么才是毋对的。所以今仔透过这个经文，有两个代志，咱做伙来思考，也做伙想。特别咱厝内，若是阁有细囝，也是你的身躯边，无论敢是你家己的细囝，也是伫你的家族内面有细囝，互咱嘛来想，咱安怎会当伫遮的细囝、遮的囡仔的生命中，咱会当成做是一个好的模样。第一个无需要来做分享的是，咱的典范、咱的模样会影响着囡仔的心态。咱的模样、咱的典范，拢会影响着遮的囡仔的心态。拄仔经文咱拄仔读到，约翰做解指责希律王，讲你占你兄弟的某是毋对的。所以这个希律帝就对约翰非常怨愤，想要将伊杀死，但是伊无法度将伊杀死。咱看这个经文，伊讲希律帝因为约翰讲了这句话，其实毋对的是希律帝，毋对的是希律，但是伊却无法度面对伊毋对的这项代志，颠倒转却面对这个讲真正真实的话，伊气愤，而且伊埋怨，藏伫伊的心中，甚至想要将伊杀死。这个希律帝，伊伫这个经文，伊讲，伊伫伊的心内想要将约翰杀死，伊怨愤，伫原文内面是一直无停的怨愤，无停止的想要将伊杀死。所以你通看见这个富人人，这个希律帝伊的心中是啥物？充满着苦毒，伊的心中是充满怨愤，伊的心中充满是杀害。当这个老母，当这个希律帝伊的心中是充满安尼的时，伊的心拢是咧想这款代志。你想伊的查某囝，虽然命少过做平安，但是伊的心会有平安吗？伊的心真正会得到平安吗？所以咱拄仔经文拄仔嘛有读到，当这个希律王讲，我会当互你王国的一半，嘛无问题。但这个查某囡仔无法度家己做决定。所以就跑去找伊的老母讲，我爱求什么？哇！这个希律帝讲，哇，抓到机会啊！当有够久的，哇，机会来啊！伊就甲这个伊的查某囝讲啊，起来去甲国王讲，我要这个约翰的头。你看这个查某囡仔伊的反应是啥？伊马上转去找王，伊甲王讲啥物？国王，求你马上将这个约翰的头放伫盘内面，互我。25章经文，短20经文，咱就看见出现了2解的马上，也是随时。咱看见这对母女因2个人的心咧想啥？就是咧想啊，真系紧将伊杀死，紧将这个约翰杀死，将阮心中的这个苦毒，将阮心中所怨愤的，紧来甲解决掉。咱思考，这真做是一个老母的人，伊带互这个囡仔什么款的价值观、价值观、甲生命的教育。那正常，比如讲，我是伊的查某囝，我走去问我的妈妈讲，妈妈，爸爸要互我一个礼物，我会当讨啥物？我老母若是甲我讲，我要摸一个人头，哇，我已经惊死对吧？但这个妇人，这个查某囡仔，你看圣经的描述，伊无任何的反应，伊讲好，我随去找国王。所以咱看这个经文，你想，这个老母互这个囡仔什么款的价值观，互这个囡仔什么款的生命的教育。所以这个囡仔伊嘛愿意顺从着这个非常可怕的要求，伊嘛无任何一句话。敢会这个囡仔的心中伊嘛是非常怨愤约翰？敢会这个囡仔伊因为老母一直讲这个话，所以伊的心中嘛想讲啊，这个约翰就是上歹的。
有时阵咱的家庭，咱每一个人有家己的价值观，特别当咱伫大汉的过程，当咱伫开始社会、进入伫社会的时阵，咱拢开始接受到这个世界的文化。伫咱成长的过程，毋但是伫这个社会塑造咱，伫咱的家庭、咱的父母、咱的阿公阿嬷，嘛是不断地塑造咱。有时阵家庭的影响，家庭无共家庭的要求。有时阵，或者囡仔无法度学习啥物叫负责任；有时阵，或者囡仔无法度学习啥物叫做出正确的决定，甚至无法度互因看出啥物才是真实的。就亲像咱今日所看的经文，这个查某囡仔伊无法度通分辨，这个要求是对的，还是毋对的。因为伊认为伊老母所教伊的，就是伊所会当学习的；伊认为伊老母所表现的，就是一个好的典范。但是实际上却毋是，所以至到互伊无法度通看清啥物才是对的，啥物物件才是毋对的。虽然今仔是儿童主日，但是更较重要的是，这个儿童因来自每一个无共款的家庭，每一个家庭对咱的儿女的影响是因一世人的。咱每一个人只有为咱家己开始做起，有好的见证甲教导，咱才有法度正确影响咱的后一代。咱只有真正是用有好的生活见证，有正确的教导，咱才有法度来影响咱的后一代。有时阵咱拢会期待讲，咱的囡仔会当真做是咱想象的模样来大汉。我想伫这个希罗底伊咧教导伊的这个查某囝，可能嘛是，可能不断地讲，你嘛爱讨厌这个约翰，你嘛爱想办法挽回这个约翰，你嘛爱想办法去挽回遐看不起咱的人。所以可能嘛，递到这个查某囡仔的心中，伊就不断地想这个代志。当然，我相信咱的兄弟姊妹绝对袂对咱的囡仔讲出这种话，讲你爱去挽回别人。你爱去伤害别人，但是有时阵，咱可能嘛会希望咱的囡仔，也是咱遮的细囝，会当照咱的要求来大汉，会当照咱的想法来成做咱想要的这款人。但是咱要了解，囡仔袂照咱所想象的模样大汉，因会照咱的典范，照咱的模样来大汉。什么意思？有时阵，咱会想啊，我的囡仔大汉，伊也有真好的成就。咱的囡仔大汉一定要有做出一个非常好的事业。咱的囡仔大汉了，已经爱有啥物款的社会地位。但是咱了解，每一个囡仔拢是非常特别的。伊无得甲照咱所想象的大汉，但是这个囡仔因会照咱的模样来大汉。伊可能袂照咱所想象咱安排的大汉。但是因会照因所看到咱的生活，咱所讲的来大汉。有一个美国已经过身的一个教育学家，伊嘛是一个社会学家。伊写了一本册，这本册名叫做《Children Learn What They Live》。若是用中文来讲，可能就是讲，这个囡仔因学习，因的学习的过程是透过因的生命。因的生活，伊这本册当中，伊内面有写着一条诗，这条诗原本是英文的诗，我大概甲看一下，甲翻做是中文。伊安尼讲，伊讲伫批评中大汉囡仔，伊大汉了学习安怎定做其他人；伫充满这个对敌的大汉的囡仔，伊大汉了后，伊就常常甲别人相争；伊伫惊吓中大汉的囡仔。伊就时常会对做些代志非常忧虑。伫伊危险中大汉的囡仔，伊大汉了学习就是自爱自怜。伫这互人乞笑大汉的囡仔，伊的个性就非常会羞怯害羞。伫怨妒中大汉的囡仔，伊就常常会怨妒别人。伫见笑中大汉的囡仔，伊常常就是非常自卑，对做代志拢感觉非常的歹势。但是，煞来伊继续写，伊讲伫鼓励中大汉的囡仔，伊充满自信；伫宽容中大汉的囡仔，伊学习啥物叫做耐心；伫恶乐中成长的大汉的囡仔，伊捌安怎欣赏别人；伫接纳中大汉的囡仔，伊了解安怎去疼别人；伫
认同中大的囡仔，伊了解安怎去教伊家己的模样。伫肯定中大汉的囡仔，伊知伊的目标是啥物；伫分享中大汉的囡仔，伊慷慨，而且非常的大方。伫诚实中大汉的囡仔，伊就有正直真诚的心；伫公平中大汉的囡仔，伊就学习安怎正义；伫温顺甲体贴中大汉的囡仔，伊了解安怎尊重别人。伫一个安全环境中大汉的囡仔，伊对家己、对别人会充满信任；伊伫一个非常友好环境大汉的囡仔，伊就会明白这个世界是一个美好的所在。你看，咱看透过这个诗，这个教育学家伊所写的，囡仔伊拢在看，囡仔伊拢在学习，伊拢看咱在安怎做，伊拢看安怎提供环境互因通来成长。这个教育学家写了非常多。但是咱看后壁有侪非常正面的，当这个囡仔伫这个正面的环境，伫因的环境中有侪好的典范，互因学习的时阵，因就真做是一个活出一个无共款的一个使命。所以箴言20章第7节讲：行为纯正的义人，伊的子孙是有福气的。行为纯正的义人，伊的子孙是有福气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和大家做伙来分享的，就是咱的模样会影响囡仔的心态。第二个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的是，咱的选择也会塑造囡仔的未来。咱的选择也会塑造囡仔的未来。继续咱看这个经文，当王听见到这个要求，听讲这个查某囡仔要这个约翰的头，经文就描写讲，王听见到这个要求，伊的心非常艰苦，但是已经伫这个人客面前已经就抓，所以伊就无愿意拒绝这个查某囡仔的要求。这警卫出去，就将约翰抬死，将约翰的头放伫盘仔内面，交转去互这个查某囡仔，然后这个查某囡仔搁交转去互伊的母亲。你看希律伫这个时刻，伊其实非常的艰苦。伊的心非常艰苦，但是哇，我已经伫济人面前，我已经就抓讲，我要你做啥物王国的一部我嘛互你，你要啥物我拢互你。哇，伊的面子无法度放落来，所以伊最后讲啊，好啦，就安尼决定吧。但是你看伊的心是非常的艰苦，最后结果是约翰互杀死，这个查某囡仔得到伊想要得到的，结果摕互去互伊的妈妈。其实咱为头前的经文，咱嘛了解，约翰其实伊非常介意，希律王非常介意约翰。伊讲伊是一个非常正直，而且伊嘛非常介意听伊所讲的一切的物件。但是咱即马看伊，因为伊的民主的关系，伊无法度放落来，伊无法度通改变这个决定，因为伊家己的限制，因为伊家己无法度将伊的这个决定收回来。所以，递到约翰的这个结果，也递到这个伊的这个查某囡仔，伊未来的生命的道路。那么看起希律虽然答应这个查某囡仔讲好，这个头我互你啊，但是这个错误的爱，互这个囡仔嘛学习到，伊会当凊彩看轻性命，甚至是我想要得到啥物。就得到啥物？虽然希律讲答应好啊，无问题啊，互你啊，但是这个囡仔因为希律这个错误的爱，嘛，互这个囡仔学习到一样代志，叫做性命无重要。我无需要尊重别人，我想要得到啥物，只要我讲，我就会当得到。所以，搁较进前一寡来看。希律为虾米优秀？拄仔讲除了伊的民主以外，拄仔讲伊的民主无法度放落来。伫无共款的圣经的版本，伫中文的现代译本，伊是讲非常的苦恼，非常的苦恼。伫台语的圣经，咱拄仔睇是内心非常的艰苦。伫下本伊是讲伊非常的忧愁，
但无论是忧愁、艰苦，是苦恼，伊的意思拢是伊的心非常的痛。伊听到这项代志，伊的心非常的痛。伊对伊所做出来这个决定，伊的心非常的痛。咱想为什么希律王伊会感觉心非常的痛？因为伊民主的关系，伊闪避伊对这个囡仔应该负的责任。伊原本会当甲这个囡仔讲，你唔通做这个代志，这个代志是唔对的。但是希律因为遮侪人客，已经去救抓，所以就讲啊，袂要紧啊，就这届就好啊。伊得闪伊对这个囡仔的责任，伊原本应该爱做，伊无做。是希律为什么伊心非常痛？因为伊的放纵，互这个囡仔有一个非常互人惊吓的回答。那是希律伫头前伊先动落来，伊讲啊袂使，后壁这个囡仔可能嘛，这个代志可能嘛袂发生。所以希律伊的心在痛，嘛是因为伊家己伫这个时阵。真做是一个家庭，真做是伊的老爸的事，伊无法度通做出决定，伊无法度真正面对这个囡仔伫伊的性命，伊爱负的责任。伊放纵这个囡仔，互这个囡仔行一个更较非常凄惨的道路。咱了解，若是只有用物质的方式来交换，也是取代真实的关系。咱看见这个经文，这个囡仔无法度建立出关怀、同理的心。同款，等到伫咱家己的心上嘛是，咱也常常只用物质去定义讲这个囡仔，也是用物质去定义讲关系。那安尼，这个细囝无法度通了解什么叫做同理的心。这个囡仔毋知叫做什么叫做关怀，毋知叫做什么叫做分享。然后伊嘛无法度通了解什么叫做尊重性命，甚至是敬畏上帝。有时阵，咱拢会将咱的眼光放伫迄个成功的所在，咱拢会伫咱的眼光放伫迄个较物质的所在。但是，咱了解这个物质的物件，成功的伊袂是永远的。咱若是用这款物件去取代咱和囡仔真实的关系，囡仔和上帝真实的关系，会互至到互遮的囡仔、互遮的细囝，因无法度通关怀、去同理，无法度通去尊重其他的人，因为因的内心只有家己。我若想要得到啥物件，我就想办法得到。反正只要我开喙，我的老爸老母、我阿公阿妈会互我，只要我想要得到，我就爱得到。虽然看见希律伊为啥心痛，因为看见我对这个囡仔，我要真正尽着我爱的责任。伫迄个我真正会当帮衬伊的时阵，我无帮衬着伊，直到伊最后做出这款的决定。所以咱的选择。咱的选择影响也塑造咱每一个细囝因的未来人生的道路。诗篇127篇第3节、第4节，诗篇的诗人安尼讲，伊讲这个儿女就是上主所赏赐的，这个子孙是上主赐予咱的福分。人所生的囡仔，就亲像这个勇士手中的星。儿女是上帝所赐予咱的，这个儿女也亲像勇士中手中的钱。咱在摕到一个钱的时阵，咱爱甲伊写，爱将钱写出去。无钱，你若放伫身躯边，无法度发挥出伊真实的功用。伫黎巴嫩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诗人，叫做纪伯伦。伊有一个诗集，有一个这个诗篇，叫做《先知》，其中有一篇。台中有一篇的诗篇的一个文章，叫做《伊在论儿女》。这个诗篇其实非常的出名，因为伫这个诗篇的一开始，伊所讲的第一句话，伊是讲：你的囡仔其实毋是你的囡仔。但是咱今日毋是要看头前，我要看这个诗篇最后一部分。伊讲，真做是别人父母的，真做是长辈的，就亲像是迄个经，囡仔就是为你的经所写出嚟迄个活的钱。你是一个写钱的人。你看见目标，用伊的大能，上帝的大能，互咱会当将这个钱会当写非常的紧，佮非常的远，互咱伫大能者的手中，成做一个喜乐的经。因为安怎飞出迄个镜，嘛爱安怎坚固迄个经。
这个囡仔细囝亲像上帝所予咱的钱，钱袂当只有放伫咱的身上，无互伊发挥功用。但是当这个钱要写出去的时阵，咱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咱会知将这个囡仔，将这个钱写出去，要写到啥物所在。头前所讲，若是为这个写这个钱的目标，只有物质的条件，只有物质达成物质的未来，那安尼可能永远拢写袂了，永远拢无法度通了解目标到底伫啥物所在。我想每一个家庭的责任，也是真做是一个父母，也是真做是一个阿公阿嬷的责任。搁较重要是将这个囡仔往正确的方向写出去，看往搁较远的目标。有时阵我拄好经过咱附近复兴国小、复兴国中，有时阵拄好骑车经过要去运动，也是经过时，咱在遐做安亲班，也是补习班。即马9月份拄好开学。我著看几啊间安亲班，也是补习班外口，著搭迄个红布条。我看了，看到一项代志，伊写着“小一早鸟先修班”。小一早鸟先修班呢？你著看见非常多的人的想法，多爸母的想法是：我的囡仔袂当输。伊爱伫搁小一年的时阵，伊英文著爱读好，伊数学著爱读好，无伊会输互别人。所看的是即马，伊著爱上好的。但是伫咱的信仰的责任，也是即个属灵的教导，互咱是看，咱会将囡仔搁较正确目标是搁较看搁较远的。这样的生活英雄看重的，毋是一个个人的成就尔，搁较重要是一样的品格，一样安怎去回应伊身躯边所拄着的代志。当然，咱拢期待从上好的，互咱的囡仔，这是一定的。咱拢希望咱的囡仔过了更较好的生活，咱拢希望将咱上好的拢互咱的囡仔。但是更较重要也是这份宝贵的信仰。咱毋若期待伫咱的囡仔各方面拢会当得到祝福。更较重要是，咱嘛爱学习家己先真做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家庭，承担属灵的责任，互咱的囡仔、互咱的细囝会当伫真理中来大汉。其实。迄愈有侪机会，伊非常介意听约翰讲话啊。伊会当学习真做是一个健强的人、健强的家庭，但是最后无选择这项代志。伊所看见的是家己的面子，伊所看见的是伊所爱的成就，伊看见是这囡仔伊想要啥物，我就互伊，伊无想这个效果。所以咱毋若是只有想讲啊，囡仔嘛要得到祝福，咱囡仔得到成长，咱嘛学习咱家己承担一个属灵的责任。互咱的囡仔嘛，伫真理中来大汉。所以伫这个今年伫14章26节，我讲敬畏耶和华的大有瓦克，伊的囡仔，伊的查某囝嘛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的大有瓦克，伊的囡仔也有避难所。所以最后，咱生命的典范，爱为咱每一个人来建立。对这个囡仔生命的典范，爱为咱来建立。耶稣讲，我是好的供养的人。这个好的供养人，伊毋但是只有照顾好羊仔，只有看顾这个羊仔，伊甚至为这个羊仔放杀伊的性命。一个好的供养的人，因为伊会当保护，也是照顾一群羊仔，伊会当得到满足。但是这要付上侪的代价。要顾好一场羊，照顾一群羊，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确实嘛，亲像咱咧照顾咱的细囝大汉，毋是遮尔容易的代志，毋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代志。但是这爱咱互咱学习付出代价，陪伴教养囡仔大汉，真正是非常的困难。特别伫即摆的环境内面，伫即摆社会的变化内面，愈来愈困难。但是无论咱即马生命的阶段，咱的家庭敢有移动，嘛，互咱拢会当谦卑学习，委身伫上帝面前来追求智慧，互咱会当真做这个世代，遮的囡仔、遮的细囝的属灵的父母来关心因，为因祈祷，互因通行伫因人生的正路内面。最后。我分享一个伫1993年摕到诺贝尔经济奖的这个得奖的人，伊所讲了一句话，
伊讲长期来看，决定一个社会敢会当繁荣，一个社会敢会当丰富，毋是有非常好的领袖，还是有非常先进的科技。伊讲历史中真正会当得到胜利的，往往是因为伫迄个社会内面，大多数的人拢有好的世界观。那当然讲咱的信仰嘛是长期来看，决定一个人真正敢有成就，一个人敢是真正非常过了非常的丰盛，毋是因为伊做了偌侪代志，毋是伊有参与偌侪即个非常伟大的工作，更较重要是伊的生命内面，当伊在大汉的过程，伊有好的世界观，好的价值观，好的信用观。这才是真做是一个人的生命，真做是一个社会真正进步、真正成长上重要的代志。所以今年22章第6节，这嘛咱常常会看见的经文，教导这囡仔行伫正路，互因对囡仔的事，到定伊年老，拢袂放袂记住。教导这囡仔为因细汉的时，就行伫正路，互因对细汉到伫大汉。拢永远袂记只讲这个信仰的重要性。愿上帝赐福咱的教会，咱看见有侪侪囡仔，这是上帝享受互咱美好的属灵的产业。但是更较重要的是，伫咱伫这群囡仔的面前，特别是当到伫咱的家庭，咱陪伴这囡仔的时，咱敢有真正活出这款信仰的典范？敢有真正因带因为因祈祷陪伴因，互因行伫人生的正路？愿上帝帮助咱，也加添咱更较侪智慧、更较侪气力，互咱做伙来陪伴，嘛来教导遮个细汉囡仔。只是咱做伙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然后咱为着几项的代志，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咱再来唱这条圣诗第506首，拜上帝的囝儿，咱一个唱就好。拜上帝的囝儿，是上帝欢喜，因为上帝照顾咱，伊听咱囝儿。拜上帝的囝儿，拢总着，因为上帝爱囝儿，阮困难过日。拜上帝的囝儿，拢着讲好话。安尼上帝就欢喜，看咱做宝贝。拜上帝的囝儿，咱着有笑容，因为上帝爱咱好，温顺个温良。拜上帝的囝儿，来三甲饮食，学了上帝圣尊名，少念伊慈悲。咱做为着几样代志来祈祷，第一样代志咱为着咱的细囝来祈祷，无论是遮教会中主立的细囝，还是伫咱家庭、伫咱家族中遮的细囝，为因来祈祷，求上帝真正来帮助因。伫这个世代混乱的世代中，有上帝的智慧，有上帝的气力，甲因相啊伫地，互因伫这个儿童的时期，通有主的保守，有主的保护。第一项代志，咱嘛为着教会中每一个家庭来祈祷，特别咱为着教会中，你若是真做是爸母，真做是阿公阿嬷的，你嘛特别来上帝来求讨，上帝来祈祷，求上帝互你有智慧，求上帝互你有气力，通知。安怎来陪伴、来教导遮个细囝？特别用上帝的真理，用这个宝贵的信仰来帮助因，通长大，互遮个囡仔，通会当明白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互因到老拢袂记这项代志。第三项，咱嘛为着咱教会中需要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来帮助，无论是伫生活中拄着困难，伫经济拄着困难，也是伫这个心灵。拄着忧伤，拄着艰苦，拢求上帝来帮助，求上帝来引带甲怜悯。咱做伙开嘴，为着这三项代志，咱做伙来祈祷。
主啊，感谢你，主的是啊，同在，同在，我是什么是同在，同在，我是什么是同在，是感谢你，我是同在，主啊，是帮助我，我是同在，感谢你，我是同在，是。请主上帝，我搁一个向你献上我的感谢甲祈祷。主，阮特别为着这个细囝来祈祷，因为伫这个混乱的世代，这个细囝拄着侪侪诱惑、侪侪的挑战。主啊，帮助这个细囝有对你遐来的聪明智慧，有对你遐来的勇气，通伫因成长的过程，随望会拄着无共款的关山，无共款的山谷，但是拢犹原有主你的看顾，犹原有主你的引带。主啊，赐福伫遮个囡仔的身上，互因伫成长的过程，哪认捌你，也哪听你。互遮个细囝因为认捌你，互遮个细囝因为听你，互因的性命也搁较丰盛，搁较受到你的祝福。主啊，我嘛为着教会中每一个家庭来祈祷，特别是真做老爸老母。真做是阿公阿嬷，遮个兄弟姊妹来祈祷。主啊，你互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爱教育因的后一代。主啊，帮助遮的长辈，互因通对你遐领受属天的智慧，通来陪伴来教导遮个囡仔，互因伫因细汉的时阵，就认捌着这个信仰的宝贵，互因到伫大汉的时阵，拢袂记这个信仰对因的重要性。主啊，也特别求你保守遮每一个长辈，因为伫照顾囡仔的过程有侪侪困难的所在，有侪侪艰苦的所在。但是主你拢知因的辛苦，求主你帮助因，伫这个陪伴教导囡仔的过程，主你犹原互因看到你的平安，看到你的喜乐，甲因三角地地。主啊，我嘛为着伫教会中侪侪需要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主你知每一人的需要，主你知每一人伫心中因所对你的呼求。主啊，求你照你的旨意来成就着这一切。求主用你的怜悯，用主你的慈爱，用你的恩典来帮助因，来保守因，互因伫无共款的挑战、无共款的境遇中，犹原通仰望你，犹原通倚靠你。主啊，搁一摆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伫这个手中，也将阮的教会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你继续引带，继续来保护。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见证，请主日的好心福平安。大家好，我是胡清安，我今仔日要分享我的见证。我有两个弟弟，一个是胡传月，一个是胡传喜。有时阵，弟弟予妈妈处罚伫哭的时阵，我伫房间困，听着好声我嘛会艰苦，所以我着祈祷，希望弟弟因醒来会当平安，嘛莫受伤，后一届会使乖乖仔听话。落袂予处罚，祈祷了我心内安心真济。即马弟弟嘛较听话啊，多谢上帝常常听我心内无法度甲别人讲的话。我阁有一个见证，我有一组足意爱的人仔，要考试之前我拢会问妈妈，啥物时阵才会当甲人仔送互我。妈妈每一路拢讲，只要国语甲数学拢考100分，我就送互你。所以我定定祈祷，
甲少年时真侪个考试段，希望落个科目拢会当考100分。伫咧考试个时阵，实在真紧张，了袂甲故意，分数竟然是100分，刷落来就剩数学有。我发现我考94分尔，有小可希望，嘛感觉我拢摕袂着红仔。了袂到学期刷的时阵，老师予我第1名的奖状。毋过我毋是分数上悬的，后来发现原来平常时考试的分数嘛有关系。妈妈知影我第1名了后，嘛有准备1份礼物予我。虽然甲我以后的红仔无共，但是我感觉迄是上赞的礼物。非常感谢祝福我的第1名。我的见证分享到这，愿上帝祝福大家，多谢。奉献，即是请咱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会众请起立，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报告，即时请主任学校长甲学生。
我们先一起看一下主日学的影片，谢谢。好，大家平安。真歹势吼，囡仔拢用台语啊吼，我等下要有看所在用华语吼，歹势。好，真的很感谢每一位为我们主日学的学生、老师带导的兄姐，因为有你们的祷告，才能够拖住现今变化快速、诱惑很多，跟更加强看重自我的世界观的价值观。因此，在儿童主日学的事工，我们不只是看表象的样貌，用哪种方式或教材来决定，因此很需要来自神的意向带领，回到圣经的教导，走在神的心意，才是我们最核心的价值。那今年8月开始，教会的小会纳入了主日学学生加入申请奖助学金，这是教会看重儿童合场的心意。由于是第一次，所以事前需要各项的思考跟准备，所以直到上周主日，我们才正式的把背经的经文本、背诵经文本跟箴言的抄写本发给所有出席的学生。相信很多家长都有收到跟看到。那上周没有来的，我们将在下个礼拜9月28号再行补发。现在站在我们主日学的立场，我们真的都很希望所有的学生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审核，而且能够去申请到教会的准备的奖助学金。而我们的心中更是期盼学生们能够对于这个跟着爸妈或者阿公阿嬷来到主日学的信仰，能够在神所预定的时间里面变成他自己的信仰，从愿意认识神到渴慕亲近神。甚或是希望学生能够讲更加流利的台语哈。那由于学生每周来到主日学短短的1个半小时里面，主日学期盼能够尽心尽力，但是也只能在信仰上点状的提供。因此，我常常安静心思考着如何突破。这段时间借着思考审核属灵生活的办法的时候，加上以前在教育场域的工作，深深感受到孩子属灵生命的建造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经由每天的家庭生活和孩子相处的重要大人，可以抓住那个时机，带领孩子去认识神，
经由每天陪伴孩子一起去分享神的美好，透过身教，让孩子体验到天父的爱，然后仔细的聆听孩子的感受，并回应他们。这些相信在这样的造就的环境下，神的手一定会在您孩子的生命当中动工。在手抄本跟背诵经文的本里面，我们提供了一些陪伴孩子的方法，希望能够有所帮助。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家长一起来加入这个重要的行列，真正能够从小让孩子建立有主在他的生命里面，成为永不动摇的磐石，日后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欢迎家长和我们分享您在陪伴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挫折或者是美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孩子属灵上面携手合作的好伙伴，好吗？也再次邀请家里面有年龄满3岁到12岁的学生，如果还没有进入到儿童主日学的儿童，欢迎你加入主日学，因为孩子很需要从小在团体里面认识友伴，然后一起陪他长大。在儿童合场的服事里面，最不被看重而最容易不小心被遗忘的服事，因此特别感谢有一群同心同工、默默委身在儿组里面摆上自己的伙伴，也诚挚的邀请，如果您对儿童服事有感动、有负担的兄姐，欢迎你可以到主日学来聊聊、来了解。最后恳请大家持续的为主日学所有的师生代祷、鼓励跟扶持，谢谢大家。大家平安。报告前，我们先来读本月金句，请大家翻开周报最后一页。本月金句：着尽力做，通互上帝看做可处无见效的工人，正确解说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章19节。咱搁读一遍：着尽力做，通互上帝看做可处无见效的工人，正确解说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章19节。请翻开第2页，下周服事同工，请兄姐自己来看。请看第3页，本周各项聚会讯息，请兄姐自己来看。请看第4页，肢体交通本会消息。第一，本会今日举行教育事工主日学主日。第二，本会今日召开长职暨首长联席会。第三，本会第8期幸福小组幸福福音茶会进入第20程，请为每一个受邀 Best 能不受外物干扰，每次顺利参加，求圣灵动工，打开他们接受福音的心，亦为各小组团队福音勇士守望代祷。第4，近期重要事工公告。1、世界圣餐主日，圣礼典定于10月5日主日举行。2、松年主日与重阳敬老会，定于10月19主日举行。3、临时会员合会，长职轮休，改选定于11月2日主日举行。第5，本会今日颁发2025年下学期奖学金，请看第5页。第7，本会定于下主日9月28日举办篮球联谊赛。第8，本会喜讯，本会曾瑞安弟兄与陈嘉如姐妹夫妇于9月13日星期六蒙主赏赐第一胎千金，取名曾慕言，母女均安，感谢主恩典满满，得上帝美好产业。第9，其他报告事项。主日爱心午餐今日恢复供餐。2、下主日
9月28日2堂礼拜中举行医治祷告时间。3、本月周六礼拜定9月27日星期六晚上7点举行。门徒培育事工与研习会消息，请兄姐自己来看。请看第6页，牧区团契消息与关怀代祷事项，请兄姐自己来看。请看第7页、第8页，奉献金额如有出入，请联络财务部。以上报告，请牧师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吼，咱遮个可爱小朋友吼，会当徛咧台顶就说无简单，搁讲台语吼，咱无论大汉细汉，咱家拍拍一遍好无？来鼓励小朋友，谢谢。好，我来做一个补充啦吼。大先咱欢迎有一位新朋友，其实是咱的好朋友啦，就是咱的端安的阿嬷吼，柯王美英姊妹来，徛起来，我甲你欢迎来。咱的玉成的妈妈哈，玉成的妈妈，丛林的婆婆，端安你讲阿嬷，好端安的阿嬷哈，欢迎你啊，欢迎你哈。搁一个吼，咱爱甲咱说多谢啦吼，就是咱教会长为着咱敬听的施明章教授哈，来举行对诗个别礼拜。咱有即个上年啦、以赛亚啦、圣歌队啦吼，搁有咱的读册会来参与哈，一个真温暖，嘛是一个关怀的聚会。今仔日呢，咱施教授的负责人翠莲姐，搁伊的后生哈，博仙，搁有女儿韩晨又来咱中间，咱徛起来，甲大家点个头哈。咱继续退因祈祷哈，平安，大家平安，多谢。咱继续退因祈祷，请坐。翠莲姊妹伊的后生甲查某囝拢伫北部啦吼，所以咱退因祈祷，互因即个家庭有主的疼。咱真侪兄弟嘛足感动，就是讲咱即个施教授吼，伫即几档的中间，甲咱做伙，因为伊真坚强的心智，虽然身体无好势，总是参加聚会，无输大家，互咱有真大的鼓励啦。咱讲勇脚勇手吼，咱都参加聚会，何况伊行动无方便吼，咱请继续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愿主赏赐平安伫因的身上。好，牧师阁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吼，就是讲咱即个。昨昏吼，咱有举行即个环球诶圣经公会诶专讲，有一个吴教授来咱中间，因昨昏有来推广因诶环球圣经公会诶圣经，特别的优惠就对啦，迄较省较俗，阁有即个吴教授伊写诶有关旧约圣经诶解说册，咱本来是讲昨昏结束，就要载转去啊，阮甲伊讲吼，咱诶学长就讲佫甲摆一个啊吼。礼拜日吼，咱1楼甲摆一个。你若有看到讲这册真好，佫真俗啊，嘛有迄个心灵圣经吼，就讲迄本圣经内底，只要圣经经节以外，佫有真侪有关咱心灵忧闷烦恼，也是看路，也是侪需要来甲你帮助的经节，拢有写伫内底。咱若有意向，咱等下礼拜煞离到1楼伫个大厅啦，看遐个册，咱会当直接甲干事来买啦吼。伊拢有打讲即本册偌济钱，拢是犹太的啊吼。咱小等下呢，咱要颁发顶学期的奖学金，咱请咱的即个长老，搁遮个有领奖的同学，大家准备哦吼。我搁做第2个补充，就是拄则咱有讲到，咱经过1、2个月，因为咧整修地下室吼。所以咱的即个爱心午餐暂停，今仔日吼隆重恢复，对不对？所以应该营养会特别好啦吼。大，咱大家
礼拜煞吼，若有闲去交关一下吼。伊若食无够，因会搁愈认真啦吼。嘿，啊，食有剩咯，哇，转去伊就烦恼啊吼。啊，逐个礼拜煞，啊，咱开始恢复咱的用餐吼，来用餐。啊，拄则咱搁有一两个报告，搁做一个补充啦吼，就是咱先看迄个投影片，有2个投影片，好不好？后面报告的后面，啊，就是讲咱的即个顶礼拜吼，咱嘛有逐个人真侪人来买着咱的即个王牧师吼，王牧师即个本土福音的即个小册，啊，因为真侪人买了，但啊无够，啊有人佫赶紧登记啦吼，啊因为咱有几来福音小组、幸福小组在推广，讲赶紧看会当，佫叫因来甲咱寄来，啊所以兄弟姊妹，你来讲啊，我佫有想要买来送人，啊是要读，啊咱一本150，一组150块尔，赶紧今仔日甲登记好了。啊，咱就要寄来，啊，若寄来买了就无法度佫订啊，就爱佫等一段时间，也是讲咱家己去即个册房买吼，啊，可能就无遐俗啊吼，所以若有需要，赶紧落去楼骹咱的办公室来登记安尼吼。佫另外咱佫有一个叫做周历的手册吼，周历手册就是咱明年度的周历手册，啊，咱有咧登记啦吼，咱有哪到月底后礼拜截止哦吼，所以你若讲有要登记迄本周历手册来记录一寡资料的，赶紧来甲登记安尼。另外，咱的新眼光读经手册也已经完成啊，哦，请大家若有需要，赶紧去遐登记来摕吼，等于做领袖安尼而且报告吼，咱剩的周报咱家己来看啦吼，用安尼甲咱做补充的报告，多谢。上音，请好，这是阮来颁发按上半年度的奖学金吼，按总共有甲种、乙种、丙种甲少企的部分吼。甲种是大学甲研究所，按请刘桂红同学代表。乙种的代表是张雨乔同学。好，丙种的是按台湾本中神学院研究所，按的吴金锦同学哈。上音，请起立，三个来吟上面的诗歌。詹牧师接到。咱再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会听从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特别甲遮的细囝三个弟弟，互因对因移动的时，到伫年老，拢伫主你的恩典甲保守内面，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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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咱热岛聚会。
愿大家平安。